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馬龍咧就同大家拜個年啦。年初二祝各位朋友仔咧身體健康，馬年行大運啊！今日咧有個小朋友喺度啦，招財貓啊！呢隻咧個名叫 Mocha， 同大家拜個年先啊！祝大家發大財！好閒話少講啊。不過佢個名咧叫 Mocha， 個女仔嚟嘅啊。好啦，今日咧就聽日初三咧都係有11場嘅賽事進行，全 A 欄進行。A 欄嘅賽事都係較為利後上馬多啲嘅嚇。年初三年年都係開紅盤㗎，熱門馬咧優先考慮。馬龍亦都係提供咧2匹嘅精選猛馬俾大家。傾下偈啦，講下啲題外話啦。咁咧就啱最近咧，我已經同大家上條片講咧，有個優惠期俾大家嘅，喺農曆新年到今日嘅啫，年初二12點鐘就截止㗎啦。所以大家啲朋友仔咧想加入馬龍嘅私人群組咧，可以喺片頭嘅電話嗰度 WhatsApp 嘅54963576，講下啲群組成員新加入嗰啲先啦嚇。啱最近上一次賽馬日咧，有幾位朋友加入咗啊，其中有一位成員咧，我喺片頭嗰度咧都會記錄低佢啊，贏幾多錢啊？佢喺馬會飛打嗰張飛咧70蚊嘅啫，贏58,000幾蚊。馬龍冇做妹啊，我唔識得佢啊，即係馬龍唔使做妹，使乜做呢啲妹嘅啫。不過我哋公開咗啲群組嗰啲成員全部知道馬龍嗰啲真實性㗎啦。佢買咗3場，3,770蚊，收58,000幾蚊。佢話真係開心到啊，真係都唔知難以形容啊。係咁多謝啦，多謝馬龍師傅啦。所以加入我哋個群組咧，凝聚嗰啲力量係真係相當大嘅。另外有個又係新加入嘅，都喺片頭嗰度我 cap 咗啲圖嘅，大家可以參考下。佢都話加入馬龍呢個群組咧，令佢大開眼界啊！群組嗰啲成員啊，所提供嗰啲馬嗰啲知識啊，亦都係相當優秀。同阿馬龍都有得揮嘅，有啲步速啦，計下威文嗰啲啦，有啲計嗰啲就係點樣投注策略啦，令到大家咧，即係加入馬龍呢個群組係叫做發光發亮啊，可以講話真係唔再拖埋咩廣告。我中意有緣嘅就加入嚟一齊玩，就係咁解嚇。咁咧就其實咧都嗰日賽事咧，我都第一場就中咗啦。中咗嗰隻就係暴風一族。都嗰日都中3場2重彩咁樣。去到沙特咧，啱啱食完個飯，情人節食完飯玩下馬仔，玩咗2-3場嘅啫，中咗2場，俾嗰啲群組成員都係中嘅。有一場就一膽拖4腳嘅，唔知200幾蚊 Q， 3重彩1400幾。啲群組成員都係咁多謝阿馬龍，由香港旺到去沙特啊！其實係同大家一齊玩嘅，加個群組嗰度咧，呢啲咧唔收費，免費提供俾佢，但係成日都有水準嘅。我都係臨場睇嘅，臨場睇嗰啲馬嗰啲狀態去提供俾佢大家。我都贏咗幾千蚊，玩沙特杯，不過真係相當好玩。所以咧。
哇！我哋個群組咧，咁啊啲成員啊，多數都係有得着嚇。好啦，咁啊未講兩匹精選嘅時候咧，咁啊都回顧下啊星期日、上個星期六嘅賽事，咁啊提供兩匹馬俾大家去回顧一下啦。咁啊有啲朋友仔留言咧就話阿馬龍咧。淨係識講中，唔中嗰啲又唔提，唔中都提嘅。咁啊有啲新朋友仔棘到馬龍啲片咧就梗會挑剔你啦。我都冇乜介懷啊。哇！你中咗兩場咧，佢就會譬如好似上個禮拜三中咗兩場嘅周俊樂，佢又講翻前個禮拜三你兩隻都唔中啦，兩隻都中，兩隻都係黃志宏嘅方嘉柏一邊一批。我喺留言嗰度，即係話俾佢聽啊！不過最近嘅水準都係相當高嘅。我踏入馬年啦，馬龍係相當旺勢。馬龍屬牛嘅，今年牛咧相當犀利啊！我三大吉星照住啊！我雖然犯咗害太歲嘅啫，但係依三大吉星咧都相當照顧牛仔馬龍嚇，我希望咧，我都有吉星支持嘅，我都要自己去用自己專業眼光去一路好勤力咁樣嚇，我又去睇10個8個鐘啊，咁啊去提供俾啲會員啊，咁啊同埋我啲 fans 嚇。好啦，咁啊回顧下咁啊兩場嘅冷馬比大啦。第一場嘅賽事4班1200米咧，咁啊推介10號嘅暴風一族，佢8倍幾嚟嘅啫嚇，冇人睺佢，咁啊賣到15倍開跑啊！咁啊有邊日落飛咧？嗰隻瑞木落飛落得好犀利，哇喺度啦，進退失退咁，好似好肉酸啊跑得，大家睇翻條片。哇！暴風一族排10檔。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啦，田大安咧跑下貴福特啲馬特別有心機，咁啊排10檔咧，佢出閘冇幾耐，接住落個埋咗佢埋欄一碟，守住喺6、7位嘅包廂位，咁入到直路1、2出嚟咧，我估有機會啊！哇，大家都係講運數嘅，叮當叮當嘅啫，咁啊同嗰隻非凡時刻。金城江都跑得相當好嘅，咁啊叮當叮當咁樣贏咗佢啫。成日都係同大家講，贏就係贏啊！咁啊點解啊咁好運氣啊？就係人哋有貴福特，咁啊啲嘢準備得好啊，田泰安又交得準啊，咁咪係成功組合咯。咁啊，我成日都話係講運氣噶嘛，跑馬咪就係贏嗰少少嘅運氣咁解啊！但係好分喎，15倍。我同大家講，我俾嗰啲會員啊、精選啊，一早鋪啲飛出去咧，都係2隻2穿3邊皮，我一早 send 咗俾佢哋嘅啊。哇！100蚊條收，1900幾，除翻800蚊本，咁啊贏1100幾。2隻 V P 2穿3咁都好啊，好開心啊！有啲買大啲嘅，有啲賭好大嘅，好誇張啊！呢啲賭得咁都係信任阿馬龍咁樣去賽前咧喺個群組度鋪啲飛俾佢哋睇咁就係咁樣。6環彩斷一關，爭少少運氣斷咗一關嘅啫。咁去到第5場咧，就推介6號嘅風火輪泥地賽事嘅。其實個位相當好靚，個步速快啊，咁啊跟下，佢第一次跑1650啦，同埋咧哼自己頭殼，隻馬仔咧原來940幾磅嘅啫，其實跑泥地賽事咧係要有啲噸位咧先至係比較好啲咯泥地塞下左下咧900幾磅咧，好快冇咗，不過下次跟唔跟進下？都係唔跟進呢匹或者跑翻草地1400或者再留意或者暫階段咧一嚟長少少，自己揀錯咗呢隻馬
咁啊整體唔太差，咁啊兩匹，咁啊貼中一匹冷面俾大家嚇。好啦，咁啊星期六嘅賽事咧就回顧咗俾大家聽。咁啊嚟到星期日嘅賽事咧，sorry，初三嘅賽事咧。咁啊，推介兩匹馬俾大家。咁啊，兩匹馬就都係騎練組合相當強嘅。咁啊，其中一匹咧，咁啊當然係阿貴神啦。咁啊，貴神啊，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買啲當王嘅騎練啊，艾兆禮啊、周俊樂呢啲啊，咁啊潘頓佢成日都立到啲好坐騎，佢梗係有成績啦。但係呢兩位騎師咧，今季係表現係相當唔錯。我練馬師方面啊，咁啊即係貴福特係明顯咧，即係好多馬佢做得好好啊，好快已經爆個倉，都多到都踢啲馬走啊，70隻馬都係，哇成績係有目共睹啊！馬圈好緊要，跟紅頂白。你唔得咧就跌咗落榜尾嘅，好似阿偉達啊、黎超星嗰啲咁樣啊。咁你買佢做咩？唔好買啊！所以賭馬都係揀啲黃門嘅騎練啊，因為佢哋都黃啊嘛。你買落去咪贏個機會咪大啲咯，就係咁解嘅啫。或者有時冷門都未定啊。所以唔係一定係熱門嚇。好啦，咁啊星期日嘅賽事 A 欄進行啦，咁啊推介兩匹嘅冷選俾大家。咁啊首先咧就係第一場嘅5班1200米賽事，咁啊好少貼5班馬啊。但係呢隻馬咧咁啊落到嚟個班分咧已經係有啲咧，出馬14匹嘅嚇。咁啊推介呢匹咧個名幾好聽嘅，4號馬快樂寶寶啊嚇，過新年。梗係要快樂啦嚇！好啦，咁啊呢隻4號快樂寶寶咧，其實佢4歲嘅啫，咁啊都係喺4班降落5班嘅，咁啊谷草賽事表現平平無奇嘅，咁啊成日3344啊，衝到第3咁樣，好似個效果唔係咁好，咁啊今次有3個轉換啲嘢啦嚇！我成日都話你一咁樣去轉換啲嘢咧。咁咧，你大家要留意嘅。首先轉咗個路程先，由谷草轉過嚟沙田，沙田啊，咁依個馬咧個口飄飄地嘅，你要塞結佢咧仲辛苦。我中意排外檔啊，11檔啊，沿途喺度2、3碟啊，唔使話逼咗去埋邊啊。咁啊換咗阿霍宏星跑，霍宏星其實同阿廖康明係非常之好嘅組合，加上換配備啊，轉咗咩配備咧？除咗個交叉鼻箍，戴個頭罩俾佢，係有少少緊張啊，行圈都係嘅，有啲汗濕啊緊張，戴個頭套俾佢咧，相當可以幫助到佢。復課狀態跑開嘅，當然好啦。始終喺4班落到嚟5班咧，有些少魅力，冷門20倍依家。大家可以投注啲 Win Pay 匹4號嘅快樂寶寶俾大家嚇。好啦，去到第8場嘅3班1200米啦，出馬14匹嘅，又係揀阿貴神啦嚇。依隻馬咧就係4號嘅三甲之星啊。阿馬龍大年初3兩匹死聲啊咁樣，我係計馬嚇，計馬嘅。三甲之星。今次唔好彩執到佢14檔啊！其實上次1000公尺咧，你睇翻阿田泰安啦，好論盡。輸完咧落馬鞍解馬鞍，阿貴神咧黑晒塊面啊！博輸咗㗎，係啊！即係上個星期3上個星期6。嗰隻大千紅心，阿黃志雄博輸咗，方家柏係咁指手畫腳，我係咁喺度插喎，後尾即刻贏翻2場，
咁啊燒卡卡，博輸鬧你啊，同你客氣啊，係嘛？即係你跑得唔好咪輸，就係咁解啦。不過上次輸咗，今次梗係想保重啦。但係14檔咧相當難跑，不過依隻馬咧好有質素啊！我相信喺3班咧，我相信必有頭馬交代，睇下佢點蝕啦14檔啊！不過而家有6、7倍，目前嘅大熱門應該係嗰隻開心指數啊！不過但係如果入到直路以個後勁咧，有冷門成分6、7倍，都係買去當王咯嚇，我都好分。我推介呢2匹馬就係1場4號嘅快樂寶寶同埋第8場嘅4號三甲之星俾大家2穿3嘅嚇，可以買啲 Win Pay 2穿3。10蚊注80蚊買嘅啫，相當好分喎，收翻1000零2000萬嚇，即係如果中到嘅話嚇。好啦，2場嘅推介講咗俾大家啦，又係啦，記得啦，個優惠期咧去到今日晚嘅12點嘅啫，冇咗優惠㗎啦，又貴多幾百蚊㗎啦，過咗年初3之後加馬龍嘅私人群組，大家可以喺片頭嗰個電話嗰度咧5496357查詢。另外馬龍有個 YouTube 嘅會員咧，可以加入嘅，1個月咧就80蚊嘅啫，一條片10蚊到啦大概。提供啲大彩池俾大家嘅，星期年初3嘅賽事咧，3T 有1500萬嘅，馬龍都會提供3T 俾大家玩下嘅，到時大家可以 click 入馬龍呢條片嗰度有個會員加入掣嘅，就可以睇到馬龍嘅大彩池推介。好啦，今日條片咧到此為止啦，祝大家咧各位馬友身體健康，發個新年財啊！年初3，好啦，今日條片啦，到此為止啦，到星期6再出片俾大家。好，拜拜。